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第11集有小解的，大家做伙来摆档。大家买物件拢无共款，有葱仔饼、梨仔签，还佫有鸡排。这个鸡排是阿光上爱食的芳公公。咱等下才食，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葱仔饼，葱仔饼，新国民料理，俗阁好食。宜兰三星的葱仔饼是上有名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嘛介出名，连外国人拢知影，实在是名声烫世界。梨仔糖、梨仔签。烤梨仔糖，古早味的梨仔糖，食起来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较早拢是用鸟来啊，伫外口搁裹一层糖蜜，食起来脆脆，搁烤，囡仔上爱食。芳公公，酥酥芳芳，芳公公，酥酥芳芳。这拢是摕来形容食物，像即块鸡排，拄仔煎起来，闻了实在是芳公公。阿公来食看卖，酥酥搁芳芳，对无？有够好食的。无用刺刺，无用刺刺，就是形容工课足济、足无用的意思。像逐摆若请人客，就爱无用刺刺，传足济料。叉，形容人真济的意思。想起细夜市仔的时阵，人足济，行路阁会相下客，生意足好，闹热滚滚，人叉。怨妒，目空赤，怨妒就是看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就会目空赤的意思。即边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。家庭人工做料，伫点心内底，害人食了会起怨妒的歹心手段，如何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佮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这好耍的园游会就搁去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睇台台 Friends 面册专页，起赞、分享、追踪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